那见到给大洋了，看不上给了，康总，掏钱拿给了啊，家这个什么忙不，这个你不这么难给了啊，看见着了，打了你压塞去了嘛，就你那边是那你送去捐给，马上多讲真的阿语了，那，大洋对家，呀，就是期间没了，就是那多个月在这里，那在你啊，刚没钱你送上哪了？现在这个你们不能弄吧？什么跟我的嘞？天东弄了月比这不这么弄吧？什么这些的嘞？俺这个大洋人，这个大洋人送别告诉哪兄？真是。好紧啊！啊，给了河南了，恰下说了，俺那最这个大洋人，大姐了恰下说了，那么就河南人了。哦，陶姐呢？啊，现在送些么了？看的那么年恰人了，恰热了，来是了。看了那个的，这个那么年纪多久啊？看了个了，啦。爱你我去。哦，俺那个刚没这些有的打电着没着了？滚得越着了。啊，滚得越着了。看的。进末了，恰注些吧去，可要吧了。明呢？你还要吧了？然后搞得来年每年这个民动呢？他把这要一那么一那俺那个见那个抽了给不的，有的，有马的啥，多久努，俺大概来经济罢了啊，大概这部线嘛我去，我这些，哎呀，拖起了啊，他当人家最谁的谁心不得俺那出去拍运，这个的一边俺那出，这个大洋来饮水饮。天天现在呢，他们俺那最天东的就户康妈妈是当俺那最点赞的康妈妈去，拿小到拿小银给的钱，拖起拿给了，或者去拖起。但是没听年前那把送了不要给罗萨希不利用的给的写笔，送嘛，嘎嘎这中国年三周，赶紧去。